我喜欢你。睡了吗？不过既然我现在已经睡着了，那我就不用回来。可恶的尹思辰竟然发红包！不行不行不行，忍住忍住忍住，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，忍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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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我忍不住了。2块3毛3，你也太抠了吧，尹思辰！醒着就来我房间一趟。我怎么就没忍住呢？我这……进。老板有什么事啊？顾西西，我觉得我有必要和你重申一下你的身份。你该不会要找我算账吧？这个点找我算账，我都认错了。你身为妻子，我今天为了你受了伤，你就不闻不问？你让别人看到，会相信我们是恩爱的夫妻吗？你是不是好歹得给我上一下药？东西已经给你备好，来吧。疼啊！没事。